Stella 和 Alejandro 是表兄妹。Stella 随父母一起居住在意大利罗马 ，Alejandro 则在西班牙马德里。他们都回到家乡青田来参加夏令营。Stella 中文名字叫星星 ，Stella 的意大利语意思也是星星，今年10岁。Alejandro 西班牙常用名亚历山大，中文名字亚历，今年13岁。通过2个小孩的对话和独白，展现青田话常用语句，共计30个片段情景对话，每篇介绍若干个青田话常用词，配以教师录音指导及示意。如果有中文基础的情况下，将会让孩子快速听懂并能说出青田话常用语。第1课，自我介绍：你、我、他。我是 Stella， 你是姚能。我是 Alejandro， 哥哥，他是姚能。他是我爸。青田话词语：我、你、他、他、是、是、谁。姚能。第2课，这个、那个。哥哥，一个袜子是姚能噶，一个是我的，阿个呢？阿个是我准备送给你的。长噶。罗伊。青田话词语：这、这个、一个、那、那个、阿个、的、个、给。卡。第3课，来去。喂 ，Stella， 我是 Alejandro， 你上我的饭。我错去，但是我不晓得路。你可以乘公交车，也可以叫你爸把你带来。你也可以摸我屋来。哦。青田话词语：来、里、去、去、知道、晓得、妈、发、也。第4课，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。喂，哥哥，我是 Stella， 你有没有叫我摸你屋来？今天我不在屋里，没觉在这里吧？没觉我也是的是。那你爱你在里吧？哦。青田话词语：昨天、要么呢？今天、跟呢？后天。爱呢？第5课，时候与天气。哥哥，阿妈个跟你养上呢，你女娃落雨。已经5了吧？啊，那我不能去你屋了吧？万不要我等的。阿妈个屋养我落大雪。我还没有洗过，我的里今夜落雨，不能落雪的。那慢脚跳过又可以拿雪机吧？棒哒，你妈子哄你的，已经是6日天户外落雪的。青田话词语：阴天、养上呢？下雨、落雨、下雪、落雪、早上、跳过、中午、男女、晚上、屋养、黄昏、屋养表、这时、已经、了。吧。第6课，方位。Stella， 我位置上节能见过，你要我过一直没见过在。你大便啊是个我的同意，又是我的我。我约在你屋玩过吧，表示等着一部球。我要你过在这里吧，你洗脚板吗？洗脚吧。青田话词语：上边、结果、下边、无果、中间、同意、外边、挖过、旁边、表示、里边。离过、这。子。第7课，看、说、听。Stella， 你洗没接动过票？这你也听不懂。你哥哥呢？11日坏他了。没听过，我有洗虎养娘子。青田话词语：看、洗、说、过、听。听。什么？没接。第8课，称谓。我阿公是你外公，我阿婆是你外婆，你叫我爸阿哟，我叫你妈阿贵，你叫我妈大妮，我叫你爸贵妃。张母娃哦，为么姐不能叫门子呢？门子有盖母娃嘛？我爸叫永吉，我妈叫小冷，外公叫月亮。啊，我一概听不懂，还是叫外公好吧。青田话词语：爷爷、阿公、奶奶、阿婆、舅舅、阿岳、姑姑、阿贵、大舅妈、大妮、姑父。贵妃。为什么？
无药日过，更加。一该。第9课，我们、你们。我拉大是只张在一部唐沙吧？哦，我拉大来吃去。一个注意后，你来做吗？我拉去部沙，你来部么介绍呢？唐沙。我这个面呢可以没到那个摆动物过么布沙。能噶？你当我这张去吗？青田话词语：我们、我拉、你们、你拉、大家。大是太鹤山。他我啥？第10课，这里是哪里？一来自确来呢？一来自世界一，他我啥路确？一来又自唐沙。你个一来自世界一呢？世界一了唐沙几股，唐沙几股有一块世界一。你那都给我没接呢，我听不懂。青田话词语：这里、多、哪里。确、11课，这些和那些。我来了唐沙沙灯吧。那都可以洗剂尽该清掉。我爱吧，我来吃来门了吗？有给来吃的吗？好的，我来放一放。一来看我，二来看你。一来了呀。我没吧？那你的嘴里骨子用不讲？再爱一块大哥。青田话词语：在、来，多少、给来，这些、一来，那些、二来，没有、没，什么。要么接。12课，吃。是的啦，你跟哪条歌吃么讲？不久，男女呢？沙饭局，五样呢？娃子沙饭局。那能都是沙饭局吗？我妈负责舞，我爸父爱学派。青田话词语：早饭、跳歌，午饭、男女，晚饭、五样，稀饭、不久，菜肴、配菜。派。13课，老家。哥哥，外公楼屋子去。啊，公个楼屋有了得多，一来自沙开，哥哥，阿怎么接？阿个是盒子是字母。给了 WiFi 别子坑得字个。户外的，给了每年都会设置啷个？恁书里有一个怎么接？书里股都也有一只数字咯。青田话词语：公鸡、盒子、母鸡、字母、鸡蛋、字郎、鸭子。数字。第14课，石雕。哥哥，阿只盒子还没接一动不动。棒的，阿个是一丢，没接是一丢。一丢有只要一头开这个门呢。给洗个啥我个意思个？所以啊，我来清掉子一丢子洗。却还可以洗到盖多个一丢呢？我来可以去一丢博物馆。青田话词语：石雕。一丢。一样。一色。第15课，斯黛拉的独白。我出生在青岛，一来自我关系。阿妈讲我是柏林有出生的，能上他们是觉信心。我是花青岛，一来每年都喊我娘，有多多哥哥姐姐，有多多叔叔阿姨。外婆我做好吃个沙饭局，让沙饭母子。每次吃饭我都吃过噻。我喊外，阿妈阿爸都叫我外奶。青田话词语：半夜。柏林有热闹。老娘、姐姐、姐姐、阿姨、阿姨、干净、过噻、乖、外、女儿。奶。第16课，民谣。妹妹学学看，哪年有时过？你把擦掉我，擦掉眼圈撒浆不？妹妹学学心，哪年他个都没笨？你把这个脏个心，豆子妹妹就青灯。青田话词语：小孩儿。妹妹。睡觉。可。事情。如果。得。个。报。都。第17课，数字。哥哥，你晓得青岛最高的屋子吃法？大概是开月都久了吧？阿妈个表示二个。我的叔叔呢有感应，有晓得吧？好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22。是的啦，你数了第个音嘛呢31。你肯定数着啊，基本没有能够的。我忙子个哇。青田话词语：数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20、30。错。咋？
第18课瓯江。勿落个后了呢伐？老夫也爱过特别欢喜个，阿妈讲了勿爱个我没读书个，没怪伊喏，没读书我辣伊补了唐沙记过去嘛。恁孙女个能哪能解决？伊拉我要唐大学在爱国大学在过里个。恁我有佛上伐？青田话词语：瓯江，爱国，涨水，没读书，怎么办？哪能叫？这样。能。第19课温度。天气越来越长伐？我等了落雪呢。侬话户外，新大节还没到呢。辣中国，辣冬节时间里会落雪吧个。落雪呢，却没活动气候个，落下了别个能。我怕热个，不怕长个。大家都是能个。青田话词语：冷、长、暖、冷、怕、怕、冬至。冻结。第20课身体。是的啦，你里面几个月来伐？瞧，不等5个，你转几个？我没腹肌，你个小学艺人，你个小姐噻吧？你要算进去一句个。算进瞧嘛。你上次爱过？哥哥，算进里面写的我比你高哎。阿个字样问我给的你爱过，你上头我不带。青田话词语：脸、里面、嘴巴、的嘴、鼻子、不斗、手、小手、下巴、下不带、身体、嗓子、后面、挨鼓、镜子。算进。第21课揭露。哥哥，我辣要唐大剧，再到特啥舞有几来月啊？我也不晓得，我辣要2个月到了见。那也在几段家里呢？我来表仔表西个，一个字上大家，拉拉杂杂个大部分呢有了多个。亚姑呢有只绿江类，我觉发嗲呢有只来个。在某亚姑仔呢有只蒙沙类，类子高级呢有了只来。在某亚姑仔呢有只河鸡类。哥哥，我这不懂吧？那我俩这不商量球呢？好的。青田话词语：街道、家里、逛、道、前面、牙姑、我们、我嘞、亮。不。第22课婚礼。阿个月子哪只月呢？阿个字拉拉杂杂，给只上月子。恁表示个是个哪有只上老瓜咯？是吧？给了3时间呢，只隔壁2宿，爱姑呢都出轨的话，别是3万能的话。在到中国时间呢，不能一家鱼啊上西次走鸟下个时光。每个3万人都有可能是月人都可以结婚伐？阿个字都出一个时光吧。哥哥快些上月主任上老瓜长猪吧。青田词汇：女孩、月子呢？男孩、是个呢？新娘、上月主、后来、挨鼓、陌生人、3万人、以前、早年、走鸟下、亲嘴。长猪。第23课侨乡。哥哥，外面这2个来有恁头咖啡馆，以后也来爱酒一些。要问我的青调子5酒之些啊，5酒呢把爱酒个生活习惯呢都大头青调吧。所以来青调可以喊到一次本手。所以一直爸妈请过喊的。青调舞个一次本手呢就叫做鸟卡。我都可以去喊法。都也不可以啊，一到16岁上可以喝咖啡的，我还等3年。那我还等6年。我那可以了青调吃的正宗的食材啊。为么讲我了国外个自家吃穷菜，外国反而吃素菜呢？一家有学问，自家呢办法到，我了车呢都可以洗浴约自家的门呐。第24课买东西。哥，我要买一个绿鸡个风车。老爸，一个风车给了点。18块。我都有只2元啊。2元有说是12块，我差2块人民币。你连2元外链都晓得噶？我妈能拿到了哥。老爸，可不可以便宜点嘛？一个名的长人风车嘛，肯定好玩。但是我有呼吸嘛吧？不要试过吗？阿爸有个台湾人，我那把钞票去给个。但是给下哥哥挖的个地比我的挖多嘞。青田话词语：要、爱、买、买、风筝、风车、欧元、2元、人民币、人民币、叫花子。台湾人。第25课青田地名。哥哥，我隔壁个名呢，冇约略姑娘吧？你晓得约略伐？我晓得，青调呢有9个庄，2一个县，约略庄呢有其中一个。恁啥开呢？啥开啊？这庄啊？还有巧的地方。我赢。
许诺、爱赌、撒开账、我吃账、农药账、药力账、没撒账、黑开账、拉开账、购物账、让座账、记错戏、数学戏、自二戏、一次戏、学剧杀戏、掌部戏、掌握戏、马杀戏、恶意戏、主宰戏、黑吃戏、狗日戏、水铺戏、马外戏、拖衣戏、佛沙戏、女开戏、掌中戏、鸡大戏、外沙戏、冷结戏。第26课菜场。我在石花场嘛，只琢磨菜鸡，虽然菜鸡的个长肉，但是了菜鸡的个可以洗到热里热干的菜。这个酱菇长嘛，在石花买的，不能菜是我最讨厌的青菜。红色的花子可以烤完了这长木，青蒙子青蒙节做青蒙蒙日药的，白色的高香非常好洗，看木皮长在水里面。青田词语拥挤，长各式各样，热里热干，南瓜、酱菇、菠菜、白冷菜、番薯、花子、茭白。高香。第27课量词，一字一点让自个跳嘞啊！哥哥，你这起没记啦？我要请调我起鼓啊！一字一点让自个跳嘞啊！一点，那多多啦。能起另外首歌，我字一字学的。一字的。你这还笨死了帮我买本可乐吧？你不是上次我那块试过啊？那我看你都一百个。那我差不多。哥，本溪里话语一话六对拖。涨价能摆出来吗？我来故意给贴个多少？哇，好哈多。青田词语量词，点、字、本、白、块、瓦、调羹、给贴、白糖。多少。第28课漂亮的词汇。如果能不但爱好普通话，还爱好方言情调话。但是我屋里人呢，还有段佛教的话，我妈呢一个和子话，我阿爸一个辣开话，还好我妈人爱好了段漂亮的日语。跳海了，阿爸呢我个搿么不懂，是对了课吧，阿爸呢我个给压力不少。每日下个日头撒屁股吧，阿妈呢又把课门心里的我呢要几个拔出来。阿爸讲我吃上觉，每次学了好吃的呢，我都气力没好。今朝呢，是我关系，不过搞得没接气流的话，听着呢都是特别的长气。青田词汇：聪明、冷、夜里的黑、搿么不懂、哭、压力不少、太阳、热头、睡眼朦胧的时候、课门心底、贪吃好吃、吃上觉、急急忙忙。气力没好。第29课听懂天气预报。7月呢，听过药厂现在发布今年的一个购物降水预警上路。那里月大部分地区出现36到38度的购物天气，局部地区达到39度以前。根据药厂现在的预测，江门内呢还会以人业购物选物的天气为主，大部分地区内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6到38度，局部达到39到42度。要女次内女爱还有来丈夫购物有所缓解。伊拉那个购物天气呢，可大是其自家了空调环境当中工作学习要以发生感冒。因此提醒市民朋友，了要空调时间呢，还注意室内空气的流通，保持一定的新鲜的空气。第30课，阿公讲故事。昨日下，一忙东挨杀一个门去上午个菜大人，给每年呢都到外婆莫杀了菜杀，总把外婆呢顾得如结果。由于奶奶吃男女的时间，给媳妇妻子个外婆话，连了啥呢都是能个。楼里的药人抬了几个外婆呢，为了解开一个谜，伊奶奶上午呢觉得对那个外婆个个顾得如能结果。接落呢是伊的描述个主角的故呢那个戏了。看到男女的时间呢，前头一对白女啊，飞快的步的如人加了外婆，正准备冒入过在时间呢，上午呢母亲冲了入过大型的脚，
呸！你个傻瓜，你那太成我娃娃，今天呢，你飞西走了嘞。苗哥呢，苗主持别的行呢，修得如果，修得能呢，那个别女啊，当年呢开购物吧。然后哥，你下红在了嘞，我请个台词你个别话，能干呢也不白不等你。然后呢，觉得非个自挂也发了别的态度表示，别女呢贴得如果，然后然后呢在那个别女动开，过一次等一次。伊呢，在这尼姑卖出一本书，一部剧来让五个。一本书呢，每晚你就开给就内部我个人，一部剧呢，也送给你。你爱呢，你可以让内部我这张五洲盟主在和你搞啥有好处的。然后结果书的剧，写到一本书没有播个人啊，不晓得有没得药。别女呢，可以拆台了一个上司个。一个呢就没是条数，如果的内边我个兄弟哥日夜呢没有无穷，然后个我的内边我一直以来呢都不死，然后个上呢，别女个鬼是教鬼门，鬼等读书心，吃字，一句话呢也没样吧。然后呢是个片面别女话，当年呢一直蒙蔽过的吧，也么能有这个发现呢再去吧。过年了，开表有一个等的过年上头了，进了到读书个内部我，又送寄了条书。内部我写了一本书呢，也是进，也是开上，发开一些，没这条书的过呢，母以我却这个人啊，穷秋绝门远，庄子自大调。内部我呢跳不去呢，目前能语吧。到呢五样呢考子半月上语，内部我有了5年5个呢开条书，写了书的个小子，要却啥意思个人啊？接落去呢，给有大致绕五一望一五，再去绕门药吧。给了让的本意，让的胸意，这样呢，让到了文意。最终呢，碰到了自虐机。自虐机呢，了内边我绕五等等个辅助无辜呢，到得了跳舞，建立了大门要求。由此呢，别女一忙长书个动呢，也比爱能亲赴别女动。